最終就會化成傷害自己嘅力量啊。而你有幾大力攻擊人哋啦，嗰個反作用咧就會喺你身體上面直接顯現，係立即顯現。Hello，大家好啊！咁前呢我就問下留言啊，究竟10日內觀有啲咩想問呢？咁其中有一個咧就係喊到撲街事日常咁。反而咧我都幾感恩，今次我哋喊咗一次啫。到某一個 step 嘅時候啦，我哋就要學習開始感受我哋嘅痛楚，點樣將我哋嘅痛楚去轉移我哋嘅視線咁啊。咁嗰下咧，我第一次 sense 到嗰種痛楚咧，就係我一路以嚟自我嘅責怪啦。當我哋嘅貪嗔痴慢疑啦，即係例如我日常我嫌嗰個人好乸蠢，跟住我嫌嗰個人做嘢好到，即係總之我有好多仇恨咁樣樣啦。咁嗰啲仇恨最終會化成咩？最終就會化成傷害自己嘅力量啊。而你有幾大力攻擊人哋啦，嗰個反作用咧就會喺你身體上面直接顯現，係立即顯現。即係呢個係我喺呢10日內觀入面，我係好 feel 得最清楚嘅一件事嚟嘅。即係當我攻擊嗰個人啦，我知道我攻擊佢，或者我無意識地攻擊咗佢都好啦。咁即係好似你刮咗人一巴咁，其實你個手掌會痛噶嘛。但係當你一路痛開咗嘅時候咧，其實你個手嘅知覺係會麻木咗嘅。咁你點樣可以感受到嗰個痛楚咧？就係抽離你自己，然之後你去觀察嗰個動作，觀察嗰個行為背後嘅感受。咁所以我今次喺個背後觀察入面咧，我就 feel 到一路以嚟我 blame 自己嗰種痛楚啦，或者好多時我哋生活嘅不滿啦，我對世界嘅不滿啦，一咧都呈現咗喺個身體度。我第一次冥想係可以去到感受到自己腸抽筋啦，跟住感受到我嘅橫膈膜跳動啦，即係佢個跳動唔係平時嗰個呼吸跳動啊，而係我好緊張，我啲腸攬埋一嚿，跟住佢點樣呼吸唔暢順，點樣我忘記咗呼吸嗰個感覺。所以我覺得呢個內觀反而冇令到我情緒化，佢係反而令到我將我嘅情緒啦，同埋我嘅理性邏輯嗰邊啦，我嘅左右腦啦，好似兩邊變成一個天秤好 balance 咁樣存在。所以我幾感恩嘅就係，同埋我喺入面我 KO 咗我嘅同情心泛濫。咁日常有陣時其實我會發現有好多人佢好慘啊乜乜乜乜，但係當你喺一個觀察者嘅角度嚟講嘅時候咧，其實你睇所有嘢就係可以好無情，因為佢所做嘅所有痛苦嘅經驗咧，都係由自己去造成。但係嗰個人有冇覺察到其實由自己造成咧？呢個係另外一種無知啦。咁無知亦都係你痛苦嘅來源，因為你唔知道，而你自己創造咗好多業力俾自己去承受嘅時候，其實嗰個痛苦就會產生咯。所以我感恩今次我冇喊到 GG 啦，我仲可以令到我自己個人更加理性去分析呢個世界。其實會錯覺得係好深刻嘅事嚟嘅，希望可以解答嚟緊想去嘅朋友，令到你哋有少少心理準備啦。拜拜。